單啦。咁我就問佢點解啦，佢就係解釋咧，因為咧收到授權書之後咧，各位好多啲委員咧都唔喺香港或者冇人嚟到監票嚟到開嗰個箱，所以咧就未曾點算嗰一個嘅授權書嘅名單。嗱，如果根據翻呢個30幾個方面咧，其實應該咧喺今日業主大會嘅時候咧，應該有將呢一個授權書名單咧係擺咗出嚟，係俾大家嚟到係呢一個嘅參考或者係閱讀嘅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就我會建議兩樣嘢啦，你哋會睇想啲話邊樣啦。第一樣嘢咧，雖然呢個就唔係咁好噶啦，咁但係如果大家都同意，業主都同意嘅話咧，我會就話咧，你哋而家即時即場嚟到點算嗰啲咁樣嘅名單，嚟到今日點算完之後，確認咗之後咧，即刻開會。但係如果你哋認為話唔好喎，咁就唯有咧就將個會議再押後多14日嚟到係。等佢哋再點算咗之後再開會，我諗呢啲就你哋大家業主嗰個決定點樣做法啦，好唔好？如果咁，我哋今日都希望開會㗎啦。係啊。我哋講翻第一個方法，主席有冇問題啊？我嘅認為咧就應該押後嘅，因為咧就如果你今日去開個授權書咧，第一就唔啱規矩，第二咧嗰啲授權書咧喺呢度點算咧都比較難辨認㗎咯。律師啊，我哋授權我係選第二嗰個嘅。我問律師啊，謝先，首先第一，點算授權書係邊一個人嘅責任？嗱，基本上咧應該咧就係秘書聯同其他嘅委員咧一齊嚟。收寫應該係主席，係可以俾收寫。咁但係個問題就話咧，佢哋就係話咧，佢當時咧就冇其他委員落嚟一齊點算，得佢一個人嘅時候咧就驚唔公道，所以就成個箱就講咗嚟就冇開到嘅。咁呢個我自己本身都覺得可以接受呢個解釋嘅，因為佢話有啲委員係冇落嚟啊，或者去咗旅行啊咁樣樣。咁就呢一個就係可能佢都冇辦法啦，佢變咗點算唔到啦。咁呢個就希望大家業主都理解呢樣嘢。咁而家或者你哋大家啲業主自己決定下，係或者你哋投票下係決定今日即時點算嚟到做咗佢啦，抑或係押後啦。咁你哋大家嚟到討論一下啦，好唔好？我哋大家有冇人贊成？咁點解13號點到咧？你話先。阿鄭太，唔係我哋好民主。其實13號點解可以開到授權書？ 13號咧就我都冇喺度嘅，都係得阿馮潤根先生一個人點嘅咋。咁點解佢一個人點就冇問題？講啊，點問題？都有問題㗎，因為咧問題喺後邊發生嘅啫。咁啊，今日呢個咧就嘅問題啊喺邊度咧？因為咧我13號都喺度開緊會，個授權書箱翻到去咧真係好晏㗎啦。咁咧就亦冇人喺度啊，得我一條友，冇理由咁勤力㗎。咁啊冇辦法。咁啊點唔到？其實我建議咧都係押後好啲咯。你建議咁我哋投票。投票咯。係我哋投票。呢樣有冇問題啊？如果我哋決定嘅話，我哋大家就你。投票。冇問題嘅，因為如果你哋業主大會，你哋將呢一個嘅我哋叫做係不規則嘅嘢，大家都同意咗佢嘅時候，因為你呢個咧係一個業主大會全部人通過嘅，咁你哋都可以嚟到做嘅。好，咁不如主席你俾議程我哋投啊。用舉手都得㗎係嘛？都得嘅，咁你咪使唔使寫壁報版啊？唔緊要咯，唔使寫喎。寫好寫有係白板先係。請問大家係咪而家開授權書箱嚟點票？同意請舉手。咁啊通過啦，開啦。唔該晒。
而家個手頭上呢就有足夠嘅授權書，到會人士有幾多？請問？授權我一個人代表幾多個人啊？我一個人代表晒啲授權書嘅，全部授權俾我嘅。得，冇問題，加埋一齊呢 total 未計到出嚟喎，你冇俾一個資料我喎。管理處同事唔該。係，揾一揾人幫一幫我，唔該。不過睇個表面睇呢，加埋應該實夠㗎啦。好，而家宣布開會。好嘢！麻煩主席係咪要宣佈？寫板壁報版。請各位業主注意，事先投票結果，贊成票係2644份。佢贊成乜嘢先得㗎？咩啊？冇㗎，贊成乜嘢啊？贊成乜嘢先？贊成呢個議決2015年11月10日特別業主大會中的議程4投票結果，即工程備用金佔總工程總額15%議決無效。咁就呢個反對咧？反對係冇嘅，棄權亦冇。我何來穿金戴銀啊？嗱，各位業主，因為而家15%嗰一個嘅備用金咧係撤銷咗㗎啦，咁我哋公司咧會再重新計算嗰一個出翻一封信俾過你哋法團，咁亦都會講明就係話咧，可能你哋有啲業主已經係有一部分咧俾多咗15% 嗰一個嘅備用金㗎啦，咁我哋會喺封信寫到清楚嘅咧，會話咧就會叫法團咧喺第2期或者第3期嗰度咧就扣翻嗰一個備用金嗰啲嘅出嚟俾你哋嘅。我相信你預定咗係大約7天之內會做起封信俾個新嘅通知書俾翻法團嘅，就由法團通知各位啦。好，唔該晒。係，唔該我先。我哋先嘅。係咪宣佈散會啊？嗰啲收條寫咗欠嗰啲使唔使聽數翻佢啊？取消翻啊？有啲收條寫咗，唔係，律師會出信嘅。咁係咪宣佈散會？暫時仲有冇問題？請問各業主。1、2、3，沒有問題。好，議程已經完成，散會。